為咗一年一度嘅 WNBF 健美比賽，已經準備咗6個月，操夜食健康餐，體重都控制好，無論係身形、鋪程都做到最極致啊！但唯一未解決嘅就係體毛會遮住晒啲肌肉線條，即刻上 EVR Man 搞掂佢。聽聞有過50萬用戶好評，全港最多男人揀嘅5星級激光脫毛大品牌，啱晒對體態同脫毛一樣咁有要求嘅我。睇下脫完後，肌肉線條更加利落，對身形都更加滿意。EVR Man 為一大型男士激光脫毛中心，明白選手對完美體態嘅執着。療程之前會先做 Pro Max AI 智能毛髮分析，用啱我嘅激光能量。我都好重視個人私隱。EVR Man 脫毛過程係1對1方式進行，有2重私隱保障。每一位治療師仲經過1000小時專業培訓。首先細心剃毛，配合 Candela Gentle Max Pro 專利冷凍技術，過程涼涼地，完全唔痛。最吸引我係有真正永久保養，即係唔止呢一次健美比賽，就算1年、10年後再比賽，EVR Man 都會幫我脫晒所有毛。所有脫毛儀器都係原廠正貨，有美國 FDA 同歐盟 CE 國際安全認證，認住 Candela 原廠的金獎證書，係 EVR Man 全港銷售No.1嘅證明。而家男士脫毛仲有限時45折優惠，同免費體驗5選1療程，即刻用我個 code Leo05 WhatsApp link 優惠，用最完美狀態上台啦！